連續返咗10幾日工啦，今集就做條機仔，無限閱讀，跟返條密線做就得啦。撈啲高級英泥。Thank you。咁教下大家點樣撈勻佢啊！一嘢鏟落去，倒返啲水落去，做好個模具，壓實，擦得，另一邊都係咁樣做。完成。咁呢度就係續濕位嚟嘅，一睇都知啦。